大学一个教授主持着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负责着成百件的国防装备的研究计划。即摆防指控，讲伊私底下伫中国成立着公司，足够由上校退休的合伙人向中国来申请着专利，用这款方式来赚钱。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应着立委的质询，讲这就是叛国，应该直接来枪杀。 吕正方少将，总统蔡英文向国军的将官点头示意。今日早起参加陆海空军将官的进行典礼，蔡英文肯定国军对国防安全的贡献。无论是国建国造或国机国造，都逐步看见成果。而来过去丰富的成果，鼓励军心士气。也毋过进前风声讲，国防大学的教授牵涉着弊案，私底下到中国成立公司将近10年，恐惊又过去影响到国军的形象。国防大学掌管我们这么多重要产业需求跟系统研发的这个所谓计划主持人，他可以在外面开公司，这个公司跟中国有关系。面对立委的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表情严肃，为嘛讲简单？ 这种状况没有轻松，那该办人办人嘛。我们像重办就要枪毙掉，我们也期望这样子。下班这个国防大学世界的教授主持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的计划，负责立宗导了专揽电子炮等等国防装备。不过，伊伫2014年透过人头出资成立公司，这个由上校摕落来生调的合伙人向中国申请专利，更加用探亲做理由，直接飞去中国。我是上校教授退的，然后现在就是文职教授，继续在这个学校服务。接受媒体专访，小解教学的经历，世界的教授为保卫国家军人，转到教育界服务，如今所牵涉着贪污，佮疑似漏泄国家机密，嘛莫怪国防部长的讲党话。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